咁我睇侯師傅你呢度嘅 set up 咧都唔係搞笑啦，都好多十位啦。咁其實一個比較大規模嘅出餐嘅或者個廚房嘅環境啦，你覺得邊一方面係最關鍵？如果你話做 service 就一定係要有夠人手啊，人手做得好啊、禮貌啊嗰啲嘢啦。如果你話講廚房咧，其實我哋培養係分開三個階段。一係炒嘢㗎啦，總廚房啦；二就係點心部；三就係燒臘部。三個要點樣去配合，同埋用幾大空間，一成個廚房嘅設計啊，同埋個廚房嘅流水線啊，成個動暢唔暢順啊，一時講就好容易，係要經過每一個階段，你要遇到好多問題之後，你先可以 set 得到一個廚房。原來係咁嘅。原來係咁，每一個部門都有大師傅喺度，但係你調完味之後，係咪可以準時60圍600個人食嘅嘢，可以呢2個鐘頭食完咧？呢個係最關鍵㗎啦，佢就係 teamwork 同埋成個廚房嘅流水線要點樣樣咯。即係呢樣嘢就好似一個 football team 咁樣樣咯。即係 football team 就係你有前邊有後邊有前鋒後鋒，OK 咁樣樣嚟做嘅，而唔係你個人 show 嚟。咁喺度我就祝福大家新年進步，事事如意，最緊要係廚房順順利利。馬年祝大家馬到功成，事事順利，活得精彩。